集合各路財經精英，搜羅各地經濟要聞，股匯市況詳盡分析，視野更廣，說話更真。一桶金。歡迎收聽呢一節嘅假日一桶金啊！我係張思文。今日呢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8週年啦，所以港股呢今日係假期休市噶。踏入咗7月啦，香港7、8月呢就係暑假呢個傳統嘅住宅租務旺季啊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就話啦，今年嘅租務旺季啦，已經提早去到6月噶啦。受到啲海外嘅留學生啊、高才通專才嘅租務需求所帶動噶。佢預計啦，差餉物業估價署租金指數最快呢可能會喺第三季升穿2019年8月嘅歷史高位噶。佢又話啦，即使下半年呢有大量嘅新盤入伙啦，咁但係就唔係所有嘅新供應呢都係位於熱門嘅地區啊。所以相信啦，對於整體租金帶嚟嘅影響呢就係輕微嘅。好多留學生啦，都係提早一步咧，先落嚟預先搶租先㗎啦。咁所以見到6月份其實開始已經陸續見到轉旺嘅。咁我哋相信呢，即係7、8月份都係會持續旺落去咯。個別嘅個案啦嚇，尤其是喺學校區啊附近嗰啲盤呢，一啲單位呢個搶租情況都熱烈嘅嚇，即係可能有成4台客同時去睇，好快呢就會被消化咗嘅。睇翻一啲市場嘅統計數據啦，咁就話咧下半年呢，其實有成超過9000個全新嘅單位入伙啦。咁其實咁多嘅單位供應嚟講啦，會唔會話都係壓低咗個租金啊？嗱，我相信少少啦，即係都會有嘅。一供應多呢，個競爭大呢，業主自然嗰個叫價能力呢就相對冇咁高啦，可能會平少少啦嚇。不過呢，整體嚟計又唔會話影響好大嘅，因為呢個租務需求的確係比較強烈啦嚇。咁而且就嚟可以放租入伙嘅，亦未必話集中晒喺一啲熱門嘅地區。咁所以我諗係個別區份嚟計啦嚇。但係對於整體嗰個租金個租市呢，嗰個影響就唔會話太大咯。我哋見到好多嘅專才客啦、高才通啦嚇，嗰啲個吸納能力咧都非常之高嘅。提到話呢啲高才通或者係一啲即係學生咧嘅租務需求都大啦。咁其實如果係要消化咧下半年呢咁多嘅呢啲單位入伙啦，其實嗰個力度大唔大呢？我諗相信係逐步慢慢去消化啦。見到高才通專才嗰啲陸續有嚟呢個數字都大嘅。咁再加上呢，政府之前呢政策放寬咗海外留學生啦，由2成增加到去4成。咁另外呢，就係因為中美關係呢，即係令到有啲之前可能考慮去美國升學嗰啲呢轉頭嚟香港嘅。咁所以呢，嗰個消化能力呢，旺區呢應該絕對係冇問題嘅。咁其他個別區份即係可能慢慢消化咁樣咯。以差估署嗰個租金指數嚟計呢，有冇話預計呢全年嗰個升幅係幾大啊？我哋都係睇好啦，相信6月份呢個升幅會更加擴大到去1%啦。上半年累積計會升大約2.5%嘅。咁下半年尤其是第三季啦，都係睇好嘅。我哋估計整個下半年租金有機會再升多3%，指數就去到203.1點啊。拉翻勻全年嚟計呢，就升5.5%咯。估計最快第三季其實租金呢已經有機會破頂㗎啦。咁就會創2019年8月份當時係200.1點嗰個歷史高位嘅。第四季我相信會平穩翻少少，接近年尾就會淡翻少少啦。咁租金嗰時嘅升幅呢可能會舒緩翻啲咯。